一個譽滿杏林、妙手仁心嘅專科醫生，在事業如日方中之際，得知自己患上骨髓癌並誘發極罕見嘅心臟病。大多數嘅醫學病例均指出，存活時間只為2年。若係你落在如此光景，你會點樣面對呢？藥石亂投，求神拜佛，怨天尤人，定係盡情享樂？作為一個虔誠嘅基督徒，陳維忠醫生卻選擇咗一個截然不同嘅心態。雖然軟弱，但知道誰可倚靠。佢雖然屢次走進死蔭嘅幽谷，但知道誰掌管明天。佢嘅盼望全賴有大能嘅上帝，同埋以無比大愛與佢同行嘅主。呢本書就係記載咗佢喺病榻上嘅喜怒哀樂，見證住神喺佢身上醫治身心靈所行嘅奇蹟，生命從此不一樣。患病前，陳醫生學業、家庭、事業事事如意，無往而不利，左右逢源。遇上困難，往往時來運轉，馬到功成。以醫術高明，仲對各樣通識、科學、藝術等有濃厚興趣，甚至喺事業蒸蒸日上之際，開始減輕工作，轉而將精力進一步實踐喺呢啲嗜好上。一時明察品紅，園藝、廚藝、攝影、繪畫、詩詞歌賦、音樂戲劇，無不涉獵，亦無一不通，無一不精。雖略為狂傲，但自幼喺教會熏陶下成長，亦知道為神嘅豐富供應感恩。喺一夕間變得賤如糞土。神使用病榻幫助我克服人性嘅軟弱，粉碎昔日喺自高自大驕傲當中雕刻嘅偶像。回頭知道唯一嘅希望就係謙卑自己，仰望為我哋創始成終嘅主耶穌，依靠愛惜我們嘅天父，用信服嘅態度去度過生命嘅每一天。病情反覆，卻學習到禁食、祈禱，領略到最珍貴嘅係神借聖經作他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。喺病榻上凝視死亡，反思生命。神賜陳醫生每日都有平安喜樂，大病痊癒，學會咗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坐言起行，對到訪病人更加盡心醫治，不單止身體，更關心心靈嘅需要。神恩浩蕩，值得不辭勞苦咁去到不同教會做見證，並著書立說，廣傳福音。閱讀陳醫生嘅大作係一種享受，佢博古通今，引經據典。除咗多多引用聖經經文闡述佢嘅見解感受外，佢又援引好多中外名家嘅詩詞歌賦，例如蘇東坡、晏殊、羅隱、聖法蘭西斯、尼布爾等，不一而足。順手拈來，卻又無不對應主題，天衣無縫。彩蛋係以多幅親繪畫作配合各章，簡直係畫龍點睛，意境深遠。全書貫徹咗佢不追求生命嘅長 ，add life to years， 因着眾生，得以從享樂人生進到福樂人生。如果大家讀後掩卷回甘，意猶未盡，可以喺基督教電子圖書館追讀陳醫生嘅其他大作，包括病榻上的智慧、病榻上的祝福等，可能幫助大家對生命價值有所重整，從此皆主同行，福樂人生路。歡迎大家進入基督教電子書圖書館網站，註冊賬戶，然後訂閱呢本書，完全免費，終身閱讀。多謝收睇。